花莲有一间正有名的臭豆腐店呢，已经进驻台北，也毋过呢实在伤臭，所以附近的居民是安尼直直怨叹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去年就有照这空污法，甲业者罚58万5，这业者嘛有讲会来调整这油烟排放的方式甲所在。若准要是臭咪毛，安尼就会启动中央公告的检测方式，若超标就甲裁处。 工作人员甲技师设立准备清理作业。花莲真出名的臭豆腐来台北开店，伫咧捷运剑南路站附近。不过气味是有够重的，互厝边隔壁拢挡袂牢。有人搁招离家甲头门慢了了。对面美丽华里面都有味道，人家臭豆腐有的也没有臭的那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捷运站那边就会有，你看走过红绿灯过来的时候就会有。对啊，蛮重的，蛮臭的这样。 还未到营业的时间，嘛闻会到味。过路人甲鼻仔甲喙暗条咧。台北市环保局表示，去年以违反空污法，甲业者罚58.5万。今年初要求业者调整设备保养频率，对方表示会改变排放的位置，加装活性炭，甲味用好较轻的设施，预计会伫咧过年了后都会装煞。对，还没有卖有味道。 可是我听老板有讲说，他们有一直改良，也是有用心的。业者也有提到说，他们在排风管的一个位置，他会再做个调整，然后在末端他会再加装活性炭的部分来做除味。那预计是在年后会，这个月底会完成。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，若是煞尾定情要是足济，就会启动异味污染物关联测定，用清气的空气甲建本黏黏的，再搁请6个好鼻屎的判定员，一个一个鼻看敢有味，再搁以异味污染物浓度表示测验值是实验室用公式来运算，主体、商业区等等工商厂商的异味指数测验值标准是10这个数值。 所以，如果超过10的话，我们就会换算，因为有一个裁罚的一个基准，那就会依照这个裁罚基准，裁处的额度是10万到2000万。其实，若臭豆腐的味会互厝边投，像讲台北市真出名的甜烤仔芳店，过去台北phòng投讲做甜烤仔芳是有够芳的，芳甲挡袂牢，后来互人罚10万块。另外，台北市有一间60档的中药行，过去嘛捌互厝边检举讲，伊咧煮枇杷果的味是伤过高啊，环保局嘛罚1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